平安。这几天一直伫落雨，昨暝我嘛一直听到雨水的声拍伫咱的窗啊。下早起来的时阵，天开圣诗，竟然有一首歌讲，雨拍伫咱的窗啊，喜乐亲像雨。这个心境就随个转换哦，吼，讲喜乐亲像雨，虽然有时咱会去拄着风影，但是我靠主，咱会将这个雨变成是喜乐。我今日下早看到的诗歌，我就心内就足感动的安尼吼。恁会当做伙来聚会，咱即时大家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真感谢你，由愿保守看顾阮的脚步，来到你的圣殿。总是阮有兄弟姊妹伫咧厝的线上礼拜，阮嘛有愿求助你来带领，祈求圣神来充满阮每一个人，带领阮会当通过牧师所讲的道，你真理的话，互阮搁较明白，搁较体会你的旨意，互阮会当搁较倚靠你，互阮搁较认捌你，互阮搁较谦卑敬畏你。阮将今仔日的服侍为头到尾恭敬交托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兄弟平安。咱来今日咱的练习的时间吼，虽然雨水真济啦吼，早起甲牧师你讲，牧师讲至少安尼袂欠水啦吼。好，咱来练第一首圣诗198首，圣诗198首，俄勒称呼至大上帝。第一节。俄称呼至大上帝，你名流传万世，你将荣光摆设在地，真正伟大。第二节。诗歌咱算不止熟的诗歌啦吼，这作词是杨树勇牧师啦吼，杨牧师其实是文笔真好吼，所以真侪圣诗，咱的台语圣诗内底有伊的作词。其实我伫吟这首诗的时，以前若看到台湾本地的作者，较侪拢是平埔调，也是台湾调的曲啦吼，但是。这条的曲是英国调啦，其实所以听起来，甲咱一般的所谓台湾调的歌较无像，所以咱用这个心情，咱过来吟一遍。俄勒称呼至大上帝，第一节。俄勒称呼至大上帝，你名流传万世，你将荣光。摆设在天，真正伟大的第二节，你对永明的大对敌，显出奇妙能力，对这你的来显明，为何对敌正正。好，咱再来吟另外一首圣诗481首，圣诗481首，这是咱的月圣诗。
督的稳定得到合一，基督稳定组织合一，咱对基督的稳定得到合一，基督稳定组织合一，同一上帝，同一个主，同一个心，同一个听，对一个诚实，领受同一洗礼，咱相助助迷，结连一体，咱对基督的稳定得到合一，基督稳定组织合一，咱对基督的稳定得到合一，基督稳定组织合一，同一上帝，同一个主，同一个心，同一个听，对一个诚实，领受同一洗礼，咱相助助迷，结连一体。咱唱这首诗的时候，咱来注意到耶稣。第一段伊讲，咱对基督的稳定得到合一，基督稳定组织合一。过来伊讲，独一上帝，独一的主。后壁伊讲到，共一个信，共一个听，对一个圣神领受同一个洗礼。咱属主子民结连一体。这首诗歌的词就是敢若一段尔，咱反复唱。其实伊这首诗歌的词是出自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以弗所书是保罗第3届宣教了后，已经宣教超过20几年，受关押伫罗马。伫迄阵，伊写这张批，互以弗所的教会，以弗所附近的教会。伊写互以弗所附近的教会时，当时的情形是安怎？伫教会的信徒内底有2种，一种就是犹太人，因信犹太教，但是对保罗来接受着福音，所以因原来就是以色列人。另外一种就是保罗当时伫小亚细亚已经宣教真快，所以有足侪外邦人来信教。为着外邦人甲犹太人，因有一个症结点，大家拍袂开，就是割礼。一个有受割礼的基督徒，一个是无受割礼的基督徒。这2个基督徒其实伫教会内底发生，伫保罗所设立的教会内底发生真大的冲突。当然，咱知影保罗的见解是讲，割礼无重要，迄是一个形式。但是对犹太人来讲，割礼就是伊甲阿伯拉罕、甲上帝的约，这是真重要。所以这个割也咧透袂开。咱若看保罗的宣教过程中，定来去用拉骂，也是去对会堂赶出来，也是去用罗家，其实就是伊，咱拢定来讲会堂的人甲陷害。其实会堂的人甲陷害，就是因为伊无坚持爱受割礼。所以这伫咱基督徒的信仰当中，今日咱做一个外邦人来得到信仰，其实这个观念是真重要。就是讲，咱是信共一个上帝，独一的主，上一个信，上一个听。所以伊伫这个以弗所书内底勉励当时的以弗所附近的教会，就是讲，恁爱注意到，咱是对基督稳定得到合一。这首诗歌就是安尼来。所以咱来过来吟这首诗歌，咱对基督的稳定得到合一。合一，基督稳定，组织合一。
基督稳定，主接合意，独一个神，独一个主，共一个心，共一个听，为一个相信，领受同一洗礼，咱相主主名，家人一体，咱对基督的稳定得到合意，基督稳定，主真合意，咱对基督的稳定得到合意，基督稳定得到合意，多一个水，多一个主，共一个心，共一个听，为一个相信，领受同一洗礼，咱相主主名，家人一体。哦，咱注意着歌词的后壁，领受同一洗礼啦，吼，就有这个，所以这个词小可注意一下。好，咱再来看圣诗618首。圣诗618首。第一节，咱就是靠上帝。亲情望，靠主来行，一切工作为正，听咱着拄起，望无地来接，上帝在咱一切苦难，人民得第二节，经过人生风暴，救主为咱开路，顿顿停候，救主安排，到尾平安自在，愿主掌管地理，但以就在救主奇妙成就，你会欢迎拯救。咱搁吟第一节，咱用轻声来吟，准备进入咱的礼拜。咱有信靠上帝。亲心望，靠主来行，一切工作为正，夜夜来
我周君摇花，跪拜至悬的上帝，着用什么啊？人啊，伊捌只是你什么是好？摇花爱你的是什么？独独爱你行公义，心存怜悯，谦卑甲你的上帝三角行。做伙来吟圣诗，圣诗第481首，圣诗481首。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，基督恩典自集合一，独一上帝，独一的主，同一个神，同一个听，对一个圣神领受同一洗礼，咱属主子民结连一体。请咱做伙起来吟。请坐。这时，咱做伙来读主祷文，记伫咱的周报第7页。主祷文，咱做伙来祈祷。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伫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地死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、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这是咱的启应文第56篇。伫圣诗后壁面，启应文第56篇，记伫约翰第1章，启应文第56篇。创世以前就有道，道甲上帝同在。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。一切受造的，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。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。伊伫世间通过伊来创造，毋过世间人毋捌伊。遐会接落伊的，就是信伊的人。因毋是对血统，毋是对肉欲。道成做人，踮伫咱中间。咱有看见伊的荣耀。伊对伊满满的恩典。律法通过摩西颁布。无人捌看见上帝。
咱过来吟圣诗，圣诗第198首。圣诗第198首，俄罗称呼至大上帝，你名流传万世，你将阳光摆设伫天，真正伟大奇异，请咱做伙起立来吟。即时，请咱做伙额头，咱来祈祷。阮伫天的爸，阮要学落你，因为你是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要永远伫地的主，是阮的石盘，阮的盾牌，也是阮快乐的源头。阮着要学习，我靠你，信靠你，互你来参与伫阮的人生，成做阮生命的主宰。你的确要保护阮，嘛要保护阮所疼痛、意爱。放伫咧基督中的每一个人，阿爸爸啊，即时危险威胁，亲像虎，亲像狮，伫咧阮的四周围大声咧嚎叫，求你救阮脱离开这疫情、流行感冒的捆绑。伫咧疫情解封了后，求你嘛搁较保守阮的心，提醒阮着爱警醒，暂时还阁袂当放松阮的防疫的措施。啊！求主赐福，互疫情指挥中心伫逐步放宽防疫措施的时，会有智慧来做出每一个决策。求你也救阮脱离开中国解放军军机军舰，遐个无人的飞机的威胁，互阮有气力通对压力中来逃亡出来。主啊，阮即时嘛要宣告，主耶和华你是阮的帮站，的确要将阮安置伫隐密的所在。亲自诚侪阮台湾的山脊甲悬台，赏赐阮平安，嘛要赏赐世界今仔受到欺压的百姓平安，为因来出头，互公义的上帝诚侪全世界的瓦靠。即时，阮也要为着教会感恩节、圣诞节的时间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主你赏赐智慧，互阮所有的同工，做好阮一切准备，也着陪伴所有兄弟姊妹的心。会当搁一摆来经历上帝你的恩典甲美好。伫咧11月26日，阮有要召开事工研讨会，主啊，即时恳求你赏赐阮属伫你的眼光，互阮看会到你的异象，欢喜同心合意，照着上帝的心意来陪伴每年度的事工计划。主，即时我们要为着教会遐有病痛、身体欠爱兄弟姊妹来祈祷。特别是因为染疫，伫教里生活无方便，今仔日袂当到教会甲阮做伙敬拜的兄弟姊妹，求主你看顾因，互医治临到，
互艰苦袂影响因的生活甲因的人际关系。既然遐有开刀住院的，主啊，恳求你圣灵，特别甲因三个弟弟，前去伫因所住的病房，互因会来紧紧来恢复着健康。主啊，阮即时所有的兄弟姊妹伫遮同心祈祷，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，求主来感纳。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做伙来读圣经，今仔日的圣经记伫耶利米书31章27节到34节。耶利米书31章27节到34节。掀开我来读。耶和华讲：看啊，日子要到，我要予以色列家甲犹大家人甲精神拢团结。我早前怎样专心将因背出、拆毁、车讨、灭无、困苦，也要照安尼专心将因建立、栽种。这是耶和华讲的。29节，当遐个日，人无搁讲，老爸食酸的葡萄，囝的喙齿酸软。当人要因为家己的罪来死，囡仔食酸的葡萄的，因的喙齿要软。31节，耶和华讲：看啊，日子要到，我要甲以色列家、犹大家立新的约。毋是照我甲因的列祖所立的约，伫我牵因的手带因出埃及地的时所立的。我虽妄做因的丈夫，因犹原背我的约。这是耶和华讲的。33节，耶和华讲：遐个日了后，我甲以色列家所要立的约是即个，就是我要用我的律法下伫因的心内，刻伫因的心。我要做因的上帝。因要做我的百姓，因无过逐人教示因的厝边，甲因逐人的兄弟，讲：恁着捌耶和华，因为对大到细，拢要捌我。因为我要赦免因的罪过，无过记得因的罪。这是耶和华讲的。只是咱请圣乐队来献诗，因今仔日要献的是克里特色的奇妙恩典。
这是咱请科普出来讲道，今仔日的讲题是圣保罗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父上帝，伫你面前，愿感谢你。你创造天地宇宙万美，你互四季分明。你出日头，你落雨，拢是为阮陪伴阮所需要的一切。虽然今仔日风雨较大，总是阮悠然献上感谢。你互阮会当自觉来到圣殿来敬拜阿罗你。嘛愿你看顾遐无法度来到阮中间，伫线顶赶甲阮做伙敬拜兄弟，拢保守阮，无论伫倒落，拢有你的平安之地。一时刻恳求圣神运行伫阮中间，互阮对你的话语中来明白你要甲阮所讲的话，互阮会当遵趁着你的旨意，伫阮的生活中来实行行出信仰的生活。愿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主你看顾，愿祈祷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毋知大家看到今仔的这个题目“生的葡萄”，恁想到什么款的画面？生的葡萄，恁想到什么款的画面呢？有可能有人就出现这种画面，有葡萄伫伊的面前。毋知伊是酸啊甜，总是摕起来食了后，规个目头就夹起来啊。那安尼看，咱就知影讲伊是酸的。总是看到食酸的葡萄，我想有人讲啊，我真爱食酸的，酸对我来讲无啥物，我会接受的即个迄个较忍耐度较大，这是酸的葡萄，咱食着。嘛，有一款有可能有人会安尼想着讲，有人咧讲话，所讲出来话，互人感觉讲有一种酸葡萄的一个心态伫个。无论是叨一种，一般来讲，酸葡萄的意思有较负面，有互人较无爱。所以酸葡萄可能伫咱的生活中，伫无共款的情景内面，拢会出现。咱若看到今仔日耶利米书，咱所读的即个27节一直到34节内面，有讲到酸葡萄的即字。不过，咱若对耶利米书31章来看，伊对第2节一直到22节，是咧提到讲，伫主前差不多721年，迄个亚述帝国灭亡了北国以色列的一个信息。那对于23节一直到26节，是咧讲到犹大国的一个信息。咱今仔日所读的27节，那继续读到40节上尾时，是咧讲到以色列南北两国的一个状况。所以咱若对31章规章来看时阵，咱看到先知已经发出一个上帝拯救的信息，而且这个信息。对一个亡国了后，去称做奴隶的以色列人，对因来讲是一个真大的鼓励甲安慰，因为因会当结束这种互人灭亡、成做奴隶的一个生活。咱对历史的内面看到，这失去国家甲因家园的这犹太人，会当转去到因原本所徛起的这个所在。重建破碎的家园的时，对因来讲是一个真大的鼓励，因为对于亚伯拉罕开始，这所有以色列人，因拢坚信一项代志，因坚信迦南地是上帝所应允因，要予因一个安居徛起的一个所在，所以因就亲像伫出埃及记内底讲的，这个迦南地是一块。真肥、真水的所在，是一个老冷甲密的一个所在。所以，若对于以色列人来讲，因相信，伫这个世界的内面，无一个所在比迦南地这块土地更较好。所以，当耶利米书内底咧讲到这
狩猎真做奴隶的以色列人的时，因伫即个异邦做人的奴隶，但是因的心内悠远咧纪念着因过去上帝所赏赐的即个土地，因毋望有一天伊会当转去重建家园。耶利米先知伫31章内面发出即个信息，就是互因一个新的愿望，互因有即个愿望来维持着整个以色列民族一个真重要的因素之一。所以，咱若安尼简单讲，当先知发出一个信息，甲伊讲，恁有家己的人要来统治恁家己，而且即个统治的人是出自恁本族的人的时，咧表示着讲，即位统治者，伊甲上帝关系是真亲密的。即位统治者要真做因甲上帝中间的关系，所以因甲上帝的关系，搁一摆建立起来。上帝要做因的上帝，因要做上帝的囝百姓。所以，即种的信息对以色列人来讲，是一个有愿望的信息。因为对一个已经亡国的以色列民族来讲，这是规个民族搁一摆顶头生，是互因真欢喜、真兴奋的一件代志。迄种的欢喜是对心内无出来，无法度用言语来表示、来形容的。所以，对耶利米先知所发出的这个，咱当知影，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，是咧讲到为整个以色列民族，当因分做南国、北国了后，上帝互因转来一个应允。上帝爱因联合起来，将来伫耶路撒冷同心来敬拜。所以今仔日31章内面，咱会当真清楚看到上帝应允北国以色列、南国犹大，伫将来一定要搁转去到因原本的这个土地顶面。这个是上帝要实现伊对亚伯拉罕的应允，而且这个应允毋是安尼尔，搁要甲伊定一个新的约。所以咱若安尼咧看，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，咱若对头前23节看到27节的时，这是一个上帝应允的一个新的时代，是一个真丰盛，是一个上帝祝福的一个世代。上帝讲，伊要互以色列人的民族人口增加，有产丰富、无欠缺一个年代。咱若是领受着这种，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甲应允。上帝搁较清楚是要表示讲，伫以色列甲犹大所徛起的土地顶面，人口要多到敢若你一出去就拄着人口真杂目。而且呢，所饲的这羊啊、羊、牛啊，要增加真多，就是要互伊财产增加。不过，当要领受这款的应允甲祝福进前，上帝讲：我过去就捌安尼做，我过去捌做讲，我真注意咧进行一项代志，就是甲因满足、甲因拆毁、甲因推翻。甲因迫害、甲因消灭的一个工作，这到底是甚物款的工作？互上帝爱安尼做呢？上帝捌做过这样的工作，是因为伫以色列历史的内面，因不断互罪所限制，一届搁一届陷落伫罪的内面，一届搁一届伫即个罪的罗网的内面，无法度脱出。因为安尼，以色列人敢若对即种搁犯罪，上帝搁找见先知来甲因讲的即种循环，因感觉讲就安尼足正常的，不知不觉罪恶落伫因的中间，进入到以色列人因的生活、因的习惯、因的价值观的内面。即种的罪进入到因的内面的时阵，就甲因的性命脱离不了，
互因这连做伙啊。所以上帝伫遮咧讲，我要赏赐祝福，要赏赐恩典互伊的时阵，遮尔丰盛的恩典，因无法度通领受，因为要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，只有一项，就是将罪对因的生命中间除去。罪除去了后，人才有法度享受到这个恩典中间的这个甘甜。所以咱看到上帝讲，我捌做过这个代志，就是满除、拆毁、推翻、破坏甲消灭的工作。做这个工作，就是要将人对罪恶中拯救出来。不过，咱会当看到，伫圣经的记载内面，也是对人的历史的内面，人敢若拢不断咧沉沦伫即个中间，沉沦伫即个罪恶的中间。咱嘛看到上帝不断伸手咧拯救，所以上帝伫即个时刻透过亚利米讲我同款要安尼做，要做正前捌做过遮个代志，而且佫要真注意因，因为毋但拯救出来了后，上帝佫要做，佫加上伊要栽培，要建立因，要栽培，要建立因，是要互因会当真清楚明白，爱定根伫我的恩典的内面，要建造因有根基，袂受到罪恶的引诱甲影响伫的。那安尼来看，各位兄弟姊妹，你的信仰的历程是怎样呢？你爱当回想一下，你的信仰的这个过程中间，你经历着什么？有人可能会安尼讲，我做袂到吼，圣经顶面所写的一切啦，我做袂到。有可能嘛安尼讲我捌做过啦，不过足困难的呢，我无迄个信心哦，会当继续做落去。总是嘛有人安尼讲我经历过上帝拯救的这个恩典，我就要坚持，我要坚守伫这个信心，我无要离开。无论如何，咱是生活伫这个世界内面，咱所处在这社会、这个群体，咱拢甲这所有的人真紧密结连做伙，所以咱面对的人，咱面对的代志，咱面对的价值观，大多数的时阵，会甲咱的信仰的价值观有冲突，会甲咱所知影的这个价值观无共款。那安尼，当冲突的迄个时刻，你会做怎样的选择呢？你是会讲好，我坚持伫信仰，我要捍卫这个真理，也是讲我著顺着这个世界、这个社会的价值呢？也是你讲我认为的信仰的真理，我所知影，我认为我家己所知影遮的真理，也是你要顺探着上帝所教的真理呢？我想咱在座每一个人，咱对信仰有无共款的历程？无讲啥人的历程是对，啥人的是毋对。但是对相信上帝这项事真重要，就是咱宣告，咱相信上帝，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过程。那呢，咱伫什么时阵来宣告呢？有人讲，保罗就讲，因为你信，你就互上帝称作义。我想，迄个是咱个人内在的部分。这真重要的历程是洗礼更新礼，因为透过洗礼更新礼，咱才有法度真正成做上帝子民的这个记号。因为安尼，咱才有法度互上帝对罪拯救出来。
咱才有法度，互上帝栽培，成做传扬福音信息的人。咱的信仰才有法度，互上帝建造，成做活出真理生命的人。所以，咱来看，咱即个真重要的信仰的历程的内面，伫耶利米书29，今仔日31章29节内面有讲到一句话。即句话，我想大家可能拢无啥了解。伊讲老爸食了酸的葡萄，伊的囝儿的喙齿酸歹了。即句话是当期所流行的一句俗语。即句俗语其实伫以西结，伊嘛讲过一句话，记载伫以西结书第18章第2节。有即句话，其实就是对着早时出埃及的时阵，上帝要追究人的罪。伊讲要追究人犯罪，要对爸到囝，一直到3、4代的即种讲法。但是伫耶利米书迄个时代，也是以西结迄个时代，其实因受到即种观念真深，即个是上帝讲的无毋对，总是因将即种解说扩大。因会讲啊，我有即种灾难，我会受到痛苦，毋是阮家己的罪的关系，是因为阮的罪来是对阮的祖先来的。咱若有详细看耶利米书、甲以西结书，因对当时的人即种看法，因无认同，所以因认为讲，每一个人拢爱为着家己的罪来负责任，袂当提示你所爱负的即个责任，因为每一个人的性命拢是属于上帝。啥人犯罪，就爱家己来承担犯罪了后的结果。咱台湾依然有即种观念伫的，咱会讲顶一代的人会当安怎庇应，会当保庇，做好事，会当用即个福气予后一代；也是讲顶一代做遮歹代志，后一代会受到灾难。其实咱爱想的是，咱每一个人拢爱对家己的信仰来负责任。透过咱每工甲上帝亲近，迄是咱家己甲上帝。所以，毋知大家有听过一句话无？伊讲信仰袂当继承，信仰是传承。继承就是你拢毋免，爸母的就是你的。但是咱的信仰毋是安尼，咱的信仰是爱咱家己去建立的，咱的信仰是爱咱家己去敲揣。所以，迄个传承的意思就是。顶一代的人将即个信仰甲后一代的人讲，后一代的人会当家己决定要也袂。若伊愿意，咱的传承就接续落去。人因为受到出埃及记20章第5节讲，上帝处罚要到3、4代即种观念，所以当上帝甲因透过耶利米咧讲上帝要甲以色列人、甲遮犹太国的人所定即个新的约，就是当即个观念打破了后，上帝要用新的约，而且即个新的约，甲伊的祖先出埃及记迄个时期所经历、所立的约是无共款的。早前的约是较旧的约，是因为以色列人单方面破坏了上帝主动甲因所立的即个约，所以即个旧的约所指的是上帝甲希伯来人一个关系，记载伫即个西奈山领受到上帝甲因立约的即个基础的内面。即个约是上帝借着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。满3个月了后，迄一天，伫西奈山所定的约，耶利米即时咧讲的是，上帝伫将来要甲以色列人所立的一个新约，即个约甲摩西的约无共款，因为即个约是无条件的，所以
咱读到耶利米书31章内面所讲的即个新的约的内容，有包括一个心的改变。上帝要将伊的律法放伫因的心甲灵的内面，要刻掉伫因的心内顶面，而且因爱甲上帝有一个交通的关系，就是上帝要做因的上帝，因为是唯一的上帝。唯一的神，而且以色列人要做上帝的百姓，所以才讲到，因爱真正来认捌耶和华。所以以色列人伊讲毋免国教，毋免国说明耶和华上帝啊，因为全国的人拢通过上帝拯救，通过上帝赐伊的独生囝来拯救人，表现出上帝疼痛慈爱。因为安尼，因就来认捌上帝啊。所以伫上帝疼的内面，百姓会当承认家己的罪。当人承认家己的罪时，上帝就赦免因一切的罪行，嘛无去记录因所犯的罪。因为上帝用一个完全的疼来免除了罪，带因行出互罪所限制的内面啊。上帝讲了，上帝讲，这个时刻，我宣布，恁甲我的关系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约的内面。伫这个新的约的内面，要实现我所应允的一切。以色列人、以色列民族，甲上帝有一个新的关系，就是定新的约。这个新的约，伫旧约的圣经内面是。敢若即届记录出来，所以这个所在所讲的这新的约的意思是，要将上帝的话深深放伫人的内心中间。这个毋是文字的记载，毋是讲你去背就好，就是互咱对咱的心内，将上帝话刻条伫内面，永远袂去放袂记。所以。无论是新的约，也是早前所立的这个旧的约，就是以色列百姓甲上帝中间的这个关系永远袂分开。嘛是讲原本伫以色列中间分裂做以色列甲犹大，以后袂阁分裂啦。咧表明的是，人甲上帝的关系原本是互罪所隔离的，因为新的约。搁一届连做伙，甲上帝建立一个合宜的关系的意思。我想，咱爱想一项代志：当咱咧领受这个新的约的时阵，有啥物是咱爱放下的呢？有什么是我们要舍弃的呢？上帝是咱永远的上帝。咱诚做上帝永远的百姓。我想这个道理咱真知，总是伫耶利米书内面，互咱一个真重要的信息是：受掠了后，已经悔改以色列人，不但得到上帝的赦免，而且上帝敢讲，伊是因的上帝，你是我的子民。这个是上帝的慈爱。上帝爱的是伊的百姓来到伊的面头前，忏悔、认罪、悔改。所以，咱若看到今仔日信仰，互咱真重要的一个信息是：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，伊永远袂放杀咱，嘛袂永远去记掉咱所犯的罪恶。所以，咱只要认罪悔改，来到伊的面前。伊一定会赦免的，伊一定会怜悯咱的。上时，咱诚做伊的囝儿。所以有人讲，圣经规本圣经，互咱的信息是：上帝永远疼咱。安尼，咱着每一时刻，咱爱知影，咱爱用上帝来表明，
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是咱生命中唯一的上帝。这嘛是10条诫内面第1条所讲的，除了上帝以外，咱无别个神明。所以伫即个酸葡萄的比喻的内面，我想要甲咱提醒的是，咱一定爱将罪对咱的内面除去，互咱无伫罪恶的中间，而且咱每一个人爱负担起咱伫罪恶中，咱犯罪。咱悔改，这一切咱爱做的代志，原本已经分裂的以色列民族，因为甲上帝中间立了新的约，搁一届联合做伙。咱若看到新约旧约到新约的中间有400年左右的时间，因伫后来会当搁合做伙，这是一个真奇妙的恩典。上帝就是互以色列民族。佮结合的一个力量，人无法度，只有上帝才有。伫所罗门王，咱看到伊虽然真有智慧，伊的国力嘛真大，有侪人来到伊的中间，要来看讲伊安怎治理即个国家。总是咱看到所罗门王一过身，王国就分裂啦。所以，无论什么人，伊偌有智慧、偌有能力，只要伊离开了上帝，就是甲上帝分裂。甲上帝分开的人，哪会当甲人有一个好好咧？哪会当甲生存的即个所在、即片土地来好好咧？所以，咱每一个人应该甲上帝有一个真深的关系。所以咱咧看，今仔日咱若以人做中心，那呢，咱真紧就有一寡摩擦分。若毋是用上帝做中心，就会造成彼此中间的一寡破口之地。所以，掠基督做教会的头，伫伊的救恩的内面，咱会当搁一届重新甲上帝建立新的约。咱因为伫上帝即个基督耶稣的疼的内面，咱搁一届联合成做一个信仰的团体。所以伫每一个信仰的团体的内面，咱毋是以人为主，咱是以上帝做头。所以我咧想，伫未来的日子，我邀请咱众兄弟姊妹。无论咱伫倒一个位置，无论咱伫教会咧做甚物款的服侍，无论你伫社会当中你咧做甚物款的工作，咱拢应该搁一届转来到上帝话语的内面，互上帝话语充满伫咱的生命的内面，互圣经内面的教示刻条伫咱的心内。那呢，我相信咱会展现出甲其他人无共款的生命。我相信，当咱伫上帝话内面的时阵，上帝会带咱教会来行一个伊要爱咱行的方向。愿主帮助咱，互咱虽然有软弱，总是咱爱坚守、坚持，将上帝的话。成做咱生命真重要的根基，互咱对伊的话语中间领受伊要对咱的恩典甲疼痛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伫你的面前，阮知我爱除去阮每一个人个人身躯顶的罪。阮知影，阮袂当倚靠别人，阮只有倚靠你。愿主帮助阮，互阮无阁用酸葡萄的罪进入到阮的心内，互你的疼痛之爱来到阮的心内，互你的话语帮助阮行头前的路。愿主亲身引带阮，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圣诗，咱做伙来吟圣诗第618首。圣诗第618首，咱着信靠上帝，真正向前无退，深信望靠主来行，一切工作会成。惊兄咱着除去，望无得累积。上帝知咱一切苦难，怜悯体贴帮赞。请咱做伙起立来吟。请坐，奉献。时阵，咱嘛来回应上帝的恩典，因为安尼，咱用心来陪伴奉献，期待伫即个疫情严峻的期间，咱的敬拜、咱的生命、咱的成长，拢无间断。
请坐。伫报告大声，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咱来读2摆。今仔日金句讲，耶和华讲，遐个日了后，我甲以色列家所要立的约是即个，就是我要用我的律法下伫因的心内，刻伫因的心。我要做因的上帝，因要做我的百姓。耶利米书31章33节。耶和华讲，遐个日了后，我甲以色列家所要立的约是即个，就是我要用我的律法下伫因的心内，刻伫因的心。我要做因的上帝，因要做我的百姓。耶利米书31章33节。好，我来报告，请咱掀开周报的第3面。下周的圣工分担第2礼拜，咱的领唱是判面长老，主礼是祈求文执事，司琴是陈佑兴，司献诗是圣歌队，主献是李尔伯执事甲周明祥执事，交代是李尔伯执事甲李若雨，佮音控是施浩轩、周绿卷，咱的感觉经理是咱柯牧师。华语的礼拜领唱是圣歌队，佮来咱的司琴是周胜美老师。主献是李尔伯甲许承恩、焦太马西，佮有咱的顶周的出席，甲咱的奉献，请咱家己看。然后出任才咱的会计，还是咱的财务来见证。佮来咱的下周的聚会，拜三财经祈祷会，要查的是但以理书第11章。咱的主理是柯牧师，咱的司会是徐家云执事。佮有咱的礼拜日的圣经，要读的是用灵书第2章23节甲32节。咱的题目是一切拢要发生，请咱伫厝诶会当先来看，先来准备来做伙来做礼拜。过来，咱来掀开咱周报第6面，咱的教会消息的报告。第1点，教会教事工的奉献主日，今仔日就是咱教育事工奉献主日，请兄弟为着咱的教育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。佮有咱团契同工的改选，要伫咧10月底进前，请咱来完成。改选了后，请咱将名单交咱的干事来刊登咱的周报。佮来第3点，咱的会长甲同工的训练要定伫咧10月初6要举行，请咱会长甲咱的同工到时阵来参加。佮有咱2022年事工检讨会资料来有备，请咱伫咧11月初6进前来完成，将咱的文字的报告甲咱 PPT 的资料拢交互咱的干事来回正。佮有咱的张在王长老的夫人张桂芳玲的姊妹，伫咧10月初1已经安息主怀，定伫咧10月18，就是礼拜2 10点要伫咱本会来举行追思礼拜。了后要安葬伫基督教的平安园。佮有第6点，咱停车场使用的资料需要更新，请咱有停车的兄弟姊妹礼拜了，请到1楼来确认你的资料，然后更新的请停伫咧表单馆顶。佮有咱的成人主日下主日10月23到团契组是邀请到咱的郭丁敦执事要来分享，伊分享的题目是小顿铺。台北市大温殿上帝，时段是伫咧11点到12点，地点是咱的古堂，请咱踊跃来参加。佮有咱第8点的财务组的报告，记伫咧第6页，咱的第8页，歹势，记伫咧咱的第8页，听咱做伙来看。即马是10月嘛吼，所以2022年剩1/4，咱就会结束。咱来看咱的奉献的经常费的收入，目前达成的比率是差不多7成左右，7成无够3/4嘛吼。佮有咱的全校的收入才4成，佮有特别是咱牧师馆的基金的收支，目前才拄啊过3成尔吼。所以咱剩1/4的时间，请咱兄弟姊妹特别为着即件代志关心代祷，伫你上帝祝福的下面，来回应上帝互你的疼，做伙伫咱的气内底来做奉献，嘛伫你的感动下底来做奉献。佮有
咱的集体交通，请为着咱遮的兄弟姊妹特别来祈祷。搁有咱的11月27日下晡1点到4点，要有预备洗礼、更新礼甲无着有信仰的课程，请咱大家来备办心。若要参加，咱的干事来领取咱的报表来报名。搁有以上，毋知今仔日是毋是有新的朋友来到伫咱中间，咱来介绍咱的新朋友。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有2位姊妹，第一届来到咱的教会。第一位是蒋云秀姊妹，后壁，请坐。伊是伫台南的火马车教会聚会，今仔日因为临时的需要来到咱教会。好，第二位因为伊有代志先离开教会，是高许干姊妹。后一摆伊有来，大家再关心因。好，多谢。好，咱真欢迎咱的新朋友来到伫咱中间做伙做礼拜。过来，咱来唱上尾版的圣诗，圣诗第394首。即时礼拜特别煞，圣诗第394首。吟诗煞，请郝牧师来祝祷。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盼望甲救赎，信心的帮助甲扶持，甲咱众人做伙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麦倒。
咱彼此请安。